来继续来看台湾加入到国际实用射击的联盟已经超过20年。啊，讲最近21年举行的锦标赛，竟然有中国的选手企图硬要把台湾的国旗提掉。这台湾唯一参加比赛的选手陈品佑赶紧来阻止。主办单位认为这事太严重，所以来取消掉中国选手参赛的资格。 在比赛场，精准射击代表台湾战过真侪摆国际射击比赛选手陈品佑，最近在去年参加澳洲、亚洲第场射击锦标赛时，却拄到喊过代志。在开幕式中，会当看到咱台湾的国旗在咧飘扬，陈品佑真欢喜，和各国的选手同齐翕相留纪念。想要告诉3个中国选手，趁伊无注意，想要甲国旗背走。 陈品佑赶紧主动，落尾成功把国旗抢回来。主办单位知影了后，决定取消其中一位中国选手比赛资格。当下立刻就派人把旗子再挂回去，甚至还有派人去守我们的旗子。有10几个国家都有写信一起声援跟抗议这件事情。 事实上，台湾加入 IPSC 已经24年，官方网站嘛放台湾的国旗，伊规定早家己的国旗参赛并无问题。不过今年敢若中国扰乱台湾选手，陈品佑就拄着两败。在泰国是因为一样嘛，我就是穿台湾的裁判制服在执勤，这样。中国队的，就是一开始一直在有点嘲讽我了，然后后面他们确定我是台湾人以后。 就跟我说，我应该要脱下我的制服，穿中国队的制服。面对中国欺负咱台湾，台湾外交部已经请当地办事处了解相关状况。主办单位冒派保镖来保护选手的人身安全。运动比赛本正是一场好台，不过中国选手无品的行为，和国际都拢看袂做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